请盛雅吃你的菜。好恶心，好恶还有味道，热热的，会烫，好咸哦。好吃哎。洗厝干、送私床、买菜馆用上公帮，老做下做料理，好味用版味度重。今晡日啊，新人客来做厝，我去请蓝布子来煮好食嘅料理。嗨，早安。嗨，快几点啊？来到台北市嘅太出，因今晡日嘅天做洗厝干，当地嘅准备自家嘅爸包，我来参加新人客来做厝。佢哋係托永安貴少5年生強班嘅同學，住宿費攞零生啊。2-3年唔係第一擺參加節目錄影，不過啊，實係第一擺自家愛買菜煮菜哦。哎呀，在前面呐，丑啊！下一个呀，这是破布子的花，这是以前他们采破布子的工具。然后这个是破布子的那个树，这边是我画的一些菜，对，跟破布子相关的菜。然后最下面还有一个最特别的，破布子真名盛雅。我觉得破布子好像还不太好吃哎，很像纳豆那样，感觉听起来就不太好吃。原來第3世態嘅蘇菲，吃到爛布子，食起來當像辣條啊！嚟看一下那外族對新做來嘅菜安琪，然後捲麵，又話用爛布子做料理，又有乜嘅用嘅想法呢？那个破布子就是这个，哦呀，破布子就是树子，它是一种可食用的果实。那它就是它的树就长这个样子。你有吃过破布子吗？没有，没有，从来没吃过。没有。真的假的？营养午餐不是会蒸那个蒸什么？蒸鱼啊？旁边那个就是破布子，我倒是有吃过啊，吃起来酸酸咸咸的。啊，我们要买莲梗、树子、豌豆片、红萝卜片、葱姜、莲子跟莲藕。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买材料、找材料，然后之後就做料理啊。一基本調擺嘅人按照水培用嘅吃法，熱天嘅時節花開到清淨，到嚟秋天就會青青嘅車體，春秋嘅蓮子做得食。故說啊，人嫌下河秋蓮，你就會按用來嘅。盛夏嘅時節，按去記到根本日就愛啲亞種黏蓮花嘅比同度，尋到蓮花嘅各種色彩哦。嘿，就是大王蓮嗎？对啊，大王莲啊，哦，它可以称作差不多到60公斤的重量，哦，但是它旁边都是刺，你看这旁边都是刺，一碰到的话，像我们这羽蝎碰到的话，就这一只最尖锐，啊，一碰到就被扎破掉了。这个大王莲为什么会有刺啊？哦，它是为了要保护它的功能啊，因为它怕被鱼啦或者一些东西乌龟把它吃掉，所以说哈，它就长了很多很尖锐的刺哈，在保护它自己哈。一只脚出来进来，好你，好你一只脚出去，动哦，哎，好进去，哎哇，好成功了，棒哦。那我们可以采莲梗吗？哦，可以啊，像我们现在是很漂亮的，我们都要留来做。啊，我们要的莲梗是比较老旧的哈，啊，它吃起来会比较口感比较好，像那一片叶子它已经老旧了，啊，但是它的莲梗还很新鲜哦。等一下我们就来采那一片的莲梗。好啊，那我们来采吧。好，走，小心哦。全世界嘅蓮花有600多種，按去記到根本日愛採嘅蓮光係衰蓮科嘅一種。老強用愛拿來炒嘅3蓮爛布子嘅蓮子，蓮根係冇強用嘅哦。因為衰蓮嘅光冇像一般看到嘅蓮花，幾種又脆又甜，都係控制水滴度，故所愛浸拿係冇按改嘅哦。这大王蓮它的叶子在这边，但是它的中心点在那边，所以说它的莲梗就有这么长。那这么长的话哈，那我们要摸的时候用刀子摸，哦，有碰到它了，
哦，就顺着它的方向。哦，找到了哈。好，有没有看到它的刺通通往同样一边？所以说我们这样摸的话，它就会扎进去。抓的时候哈，这样顺着把它拖出去。好，你们两个把它拖出去之后，我们再来把它处理，好不好？小心哦，你赶快转弯哦，不然等一下被扎到喽。哦，这就是它的大王莲的那个背面，嘿，对，这都是有浮力的哈。这个莲梗通常都怎么吃啊？这莲梗的话，我们可以去把它烩炒，做那个凉拌都可以。其实啦，台湾莲光无多，古所平常时根本都难食得到。一般人食到嘅莲光，是哪个一种咩系啲按布条开发嘅，又按照自5年嘅衰莲。亚种莲光是从红大概差不多卖60元哦。哦，这边抓一下，拉到最顶的时候把它拔起来，哦，这样就是一只喽。它没有刺哎。这个没有刺，对。我们现在就先，拔上去。哦，对不起。丢到岸上。你们要帮忙拔一些回去吗？好。好，来，好，拉到顶端。再，还不够深，要拔对哦。好像太短了。太短的是最新鲜的，这给你拿。不是冰的，有点难。为什么不是冰的？你知道吗？因为荷花它是比较热带性植物哈，太冷它就不会生长啊，所以它喜欢这温的温度哈。太冷的话它就不会再继续生长哦。这跟这很像哈，有没有像？你采那么小只的干什么？采大只的？大只怎么客家话怎么讲？太基点。十个台记的吼。我只要拿一根，我多辛苦。天主洗厝干，顺时的莲叶看到莲花上嘅情形，买买到嚟自家爱用嘅莲子老莲光。咱爱做洗厝干，苏菲老生啊，爱请到太自然本人类嘅各种嘅礼物咯。静茹姐姐，我们现在要干嘛？我们现在要摘菜。摘菜。这些看起来比较像草汉花哎。对啊。可是其实它们都是可以吃的菜哦。哦，这是野菜咯。对啊，来，我教你们认识一种。来，像这一种啊，锯齿状的，长得像剑一样的叶子，有没有？来，你们摘叶闻闻看，它有没有什么味道？或者是把它揉一揉。真的有味道哎，闻起来好像韩式海苔的味道。钟姐，这到底是什么啊？这个是芝麻叶。芝麻叶。有芝麻的味道，再闻一次。真的有哎。好，它是我们经常用来做沙拉的叶菜类。对，所以呢，我们可以待会多摘一些，然后兑成那个好吃的沙拉哦。这个跟刚才芝麻叶是不是长得蛮像的？对啊，它只是变大了。它的名字叫做鹿角莴苣。心如姐姐，你平常都吃这个吗？对啊，我们平常都吃我们园子里面这边栽种的蔬菜。哦，这样也比较有机，对不对？它也是那个我们以前农家经常用来喂给鸭子吃的菜，所以又叫做鸭菜。伫亚丁农场的后山，还有一堆无整理过的野生兰布紫苏做对炸。因为苏菲记到嘅菜单要用到野嘅食材。不过2-3人还蛮亲身同属杂过，恁唔是看过兰布子上到树红嘅用的呢？哦，黄叔叔，那破布子在哪里啊？怎么这么高啊？它是一颗一颗，上面有没有看到一颗一颗的？那些就是破破子。哦。我们就是吃那个东西胶质啊，那上面一颗一颗，现在是一颗一颗黄黄的，它已经成熟了。然后我们要砍下来，然后摘下来。黄叔叔，那我们可以帮忙吗？可以吗？好高哦。你这个。难不难砍啊？很难砍。那还是我来。经验吗？这需要经验吗？要力道，砍的时候自己要小心。那破布子有分年季吗？没有，它是一年采收一次。那会不会没有采收完，然后之后就不能采收，不能吃掉？它会自己掉光，掉下来它会再长出来，长出一只新的一颗啊！来喽，来哦。来喽！
好。好恐怖哦！年底你就有施工无啊？加种蓝布子有按到数字，后摆强控人家拿来咸咸放饭，也下是东东人好食嘅饭前料理哦。按起记到亚洲每地嘅菜蓝布子，来看下诶，记到菜的当中较轻松诶。老板怎么弄？这个就是用剪下来啊，它这剪刀很特别，就横着朝我们要的地方，这样子把它夹起来，剪断，剪断之后就在这里，好接啦，好放手，这样就是采下来了。这可以直接吃，不用洗哦。可以啊，我们以前小时候都采下来之后生吃，吃了之后就把那个籽就粘到人家的衣服那小孩子最喜欢玩的没吐到，它吐出来就会粘到那个衣服上面。没有味道。但谁做的比较严呢？你看阿贝尔。看农场嘅调价，但人嘅洗厨官爱用到。原来啊，也是佢细细嘅世界，向下搞嘅游戏。当然，只爱到咧只小嘅一天，从下度就接有一群零沙，会为向下摘烂布子，也是东东面童年嘅回忆哦。我的手都粘在一起了。好多哟！咸啦，没有很好吃。变咸而已。亚种做法，落烂布子用水烫过，沙丁搁加啲盐调味。不过按起记到啥子多，说起来东西，其实烂布子摘下来嘅加工做法有多种，也是喺其中嘅一种哦。啲台北用名山农场嘅苏菲老生没好多嘅东东莫向用烂布子嘅做法哦。它拔下来要泡水，因为它这个胶遇到水它就不会粘了。手沾到的话你会粘。那等一下我们整个摘完的时候再去把它洗一洗，K就可以了。所以我们在乡下在做的时候，就是很多那个触皮刀会用这会，还是底下八卦。看起来好像在摘草莓的地头。老师，那煮破屋子的时候有不同的方法吗？煮就是要把它那个涩的味道去掉。那我们有做块状的，就是挤压成一块的，然后还有一颗一颗的。可是老师，特别小颗的也可以拿去做吗？可以啊，只是我们在摘的时候小颗的比较难摘所以做这个是很费工的，从摘到煮要浪费很多时间。洗好了以后，我们加水加到我们要的水，然后把它倒下去，然后我们把锅盖着比较好。我们在用柴火的时候，不要让它整个冒出来。现在我们就等煮，我们煮它大概2小时。那老师为什么一定要煮2小时？因为我们的经验是大概煮2小时，它才有熟透，才不会有涩味。老师，那这个算古老方法吗？对，这是我们老一辈教我们在做的时候，就是用这种方法下去做。用柴火来烧，天天的点烂布子，煮提神秘嘅一段时间，拄好做得煮入烂布子嘅酱。煮嘅方法都简单，就是捞盐、糖、捞油，不用向下煮滚。沙丁拿起来滚几人，等下就做得捞烂布子，不用向下咯。先捞2、3颗起来，丢进去，然后丢到盐水里面，然后就拿起来吃。可以吃对，拿起来吃。我不太敢吃哦，烫，好，我试试烫，我试试看。又不会涩，吃起来不会涩，会不会涩涩的？基本上只有盐水的味道会不会有涩涩的？不会。对，这样就表示已经好了。那我们现在就可以起锅，要捞过来这边，然后把它放到酱汁里面去。叔叔，这个酱汁是怎么做的这个酱汁就是我们刚才的那个硬油加糖下去调出来的，然后我们要尝起来就干冰。哦，好烫，热的。会烫。
咸哦。好吃哎，然后等它冷了以后，我们就可以装罐。很咸，他觉得很好吃。明明就很好吃，可以咸，后面会不会有回甘？我反而觉得酸酸甜甜的。精米老如何嘅蓝布子装到红的度就好洗嘞，过冰2日就会含康薏米哦。用煮洗厨罐都买到了所有嘅食材，一下就到了料理嘅时间咯。哎呦，安琪，你又碰到你了。啊，对呀。你跟谁同一组啊？何居志明，民，哎呦，好好的搭档。啊，你呢？我是林胜雅，我是周淑慧。安琪，你今天这一组你想要做些什么菜呢？哦，我们要做莲惠素子，对不对？对莲惠素子。对，现在要这素子已经做好了，对不对？莲子也烫好了。现在我们把莲藕要发比较长的时间，然后你把它削皮，好不好？那这个莲梗它是有皮，那我们把它这样子撕，好。志明，你会削吗？你在家里有帮忙吗？有帮妈妈吗？有啊。好像有点样式哦。几根呢？第3根我剥的速度你可以这样，剥，我们边剥边折，这个会比较快，好不好玩？好玩。所以我们做菜哈，就把它当做也是一种玩的乐趣啊。你要看这个，就把这个削下来啊。帮忙切，我切。只有几块也要帮忙切哦，给你学习的机会哦。那你们弄哦，我过来就在这边哦，好不好？好。那现在我们要怎么做呢？是不是要先把树脂去籽？那你们先慢慢的剥皮，好不好？好。哎，淑慧，那你可以帮忙了哈，就把这个籽这样子去掉，把它的这个肉跟那个皮拿下来。那现在我们再下来就是我们把它切。这样切，切，把它切细来，看你有办法切多细你就切。然后那个淑慧你也帮忙切好不好？哎呦，你手脚这么快，你在家里有切菜吗？没吃过，可是看妈妈有吃过。哇，真的你好厉害耶！生鸭老薯粉，记得先捞蓝布子、除体子，还有捞湿豆腐包切啊嘞，然后准备龙葱、水无烧水。也是节，咱可以做安琪捞卷面，记得对莲花摘出来的莲子、莲根、捞莲光都先处理过后，等一下就做在捞蓝布子向下炒咯。莲藕应该好了吧？哦，都缩小了。啊，都缩小了，然后我们就把这个放下去，好不好？红萝卜啊，再让它烫一下。好，然后我们再把，现在要下什么？还有这个。好。哦，也要先下这个。好，这样子可以了。好，那我们就把它泡水。好，来。不好捞啊，慢慢的。它原本不是紫色的吗？对，就是它就是要变色。那为什么要用冷水烫？所以这叫做泡冷水，让它变色，啊，然后不会再继续烂下去，然后颜色也比较漂亮。这个把它的地把它剪掉，好不好？何居民剪。为什么是我剪？因为我想偷懒，对对。我去记得捞食材通过后，加泡冷水，也係因為為撈食材嘅刺，所係啲最完美嘅時節。用住嘅洗廚罐都準備好嚟菜，撒下來就係開始蘿蔔咯。現在先把那個樹脂的香味把它爆出來。所以要這樣直接這樣倒。對，慢慢的來，慢慢來。好。哎呦，你們兩個真有心的哈，搶着做的哈。對。有沒有聞到那個破布子的香味？有哈，對哈。花生粉的味道。花生粉的味道哦。那我是第一次發現的。然後我們對爆得差不多了，這個可以下，小心哦，不要燙到鍋子是燙的哦，讓它炒一下之後。既然叫女孩子上。一定不要碰到，再倒多一點那個油，那我們就小火讓它煮一下，好，等一下就比較嫩。你嘗嘗看，太大塊了，小心哦，不要燙到嘴。好，試試看。看鹹度夠嗎？有點甜誒。有點甜哦。因為它這個豆腐皮本身就有點甜。好，那鹹度不夠，我們把這個湯汁也把它倒下去。
这汤汁还是可以做，给它香味。笋啊，记得爱做嘅菜，按到腐皮、蓝布子喏。腐皮就会做豆腐，当烘几层豆皮。蓝布子、老豆皮都係客家菜同重要嘅食材哦。老自家做嘅蓝布子，打掉辣椒醬，個冰嘅濕豆腐包炒下嚟，然後轉到溫度，就做啲冰到濃稠去蒸咧。啲等蒸嘅時節，我來看一下，按起老卷面，一下做到哪味喏。小心哦，手不要碰到锅子哦，锅子是烫的哦。嘿，好厉害哦，还有艺术哎，还技巧哈。然后我们把这个树脂然后呢辣椒顺便放。其实我们这个炒菜要辣椒的话，要有一点点辣来，给你们来。现在换你们，有没有闻到这个树脂的香味？有。还有一个是生的东西，先把它弄下去，加点水，不然我们会烧焦了。对。加点水。那个豌豆好像有点掉了。好。那要怎么看才是熟的？它颜色变了，刚刚放下去的颜色跟现在不一样的颜色啊。就是原本颜色比较淡，那现在就颜色比较深一点点。我们还有一道菜呢，这个还没拿过来。对，好，莲子把它加上去。好，你吃吃看这个菜的味道，尝一尝。小心哦，烫哦。可以吗？咸度够吗？会太咸吗？或者不够咸吗？没有咸，不够咸。可以倒这个汁吗？可以啊，倒一点汁。全部下。好，全部下。这样就完成了。完成了，我们加一点点香油。香油加了会怎么样？就是增加它的亮度跟香气，就这样，有没有闻到它的香气跑出来了？有哈，好，那我们就装盘了。这是什么？这是玉米粉，拿去。跟炸鸡排一样。哦，你又知道了，你在家有炸过鸡排哦？没有，去买鸡排的时候，然后看他们。看他们在炸，油温要够，还不行，那我稍微开大一点。要怎么试油温啊？因为我们把一点点的丢进去看，它能不能会不会起泡泡？对，像这样会不会起泡泡，就是表示油温已经够了。小心哦，要轻轻的放，不能用投篮哦，手不要碰到锅子，不然等一下你就烫伤哦。好烫。对呀，你看你们真厉害呢，你看切的有阿公阿婆，有爸爸妈妈，有弟弟妹妹，为什么？大小不一样。大小不一样。是一个大家族。夜下老婆好嘅菜瓜留起理由，用菜瓜嘅清爽，老對濃葱拿出來嘅滷爛布子、老豆皮，食起來鹹鹹甘甜嘅味絲組合起來，就是當幸福嘅味絲。两组先请客好不好？好。俊明，你请盛雅吃你的菜。好，还有味道，没有，你再夹一块，然后这样。好吃吗？好吃。那你知道好不好吃呢？我刚刚有吃了一个，还不错。有一点咸又香香的啊。这丝瓜呢？丝瓜是什么味道？甜甜的味道。酥酥的味道。下次再到你家去给你们请客啊！你到我们家来给我们请客啊！谢谢。蛋炒饭给你吃。好。好玩，每次都是好玩的。